傳媒的功能，傳媒即係 magazines 或者 website、YouTube、Facebook、IG 全部都係傳媒 ，OK？ 傳媒的功能，傳播媒體，傳播 is like spreading， 媒體 it's the media，OK？ 傳媒是向市民傳播轉播信息的媒介。好似介紹個介，呢個係媒體嘅媒 ，OK？ 是向市民傳播 ，TV 都係喎 ，TV 都係喎，是向市民傳播信息 ，transmit information 嘅 channel， 媒介係個 channel，OK？ 我們可以通過報章即係 newspaper 啦，或者 poster 啦，係嘛？你去麥當勞上邊有好多 poster 㗎嘛，係咪出邊？雜誌 magazine、電視、電台 radio channel 和互聯網 internet 等傳媒，呢啲全部都係傳媒喎。傳媒例子係乜嘢啊？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報章、雜誌、電視、電台 radio channel、互聯網 internet 都係叫傳媒。OK， 所以呢個傳媒咁。獲得時事 ，you can get news， 時事係 news， 娛樂 is entertainment， 係咪啊？ Your favourite music， 教育 Zoom classes， 體育可以 watch sports 係咪？和文化 culture 等嘅知識文化係咪啊？喺香港有啲咩文化？中國啲文化，唔同國家有唔同嘅文化係咪啊？即係香港食飯。India 食 curry 呢啲唔同文化 ，internet 都可以攞到。藉此了解社會面貌，咁你可以啊，咁樣呢個方法咧就可以了解社會嘅面貌，係嘛？知道社會而家出邊有冇人火燭啊？即係 happy 啊 ，people happy not happy。增廣見聞，有冇朋友姓曾啊？不過唔係呢個土字，呢個咩即係邊？增廣見聞四字詞嚟嘅 ，OK？ 一陣間我會問你四字詞啊。增廣見聞即係 means increase， 見多啲嘢，聽多啲新聞，聽多啲嘢。此外 ，also 傳媒為市民，傳媒 media channel 啊，嗰啲 channel 頭先嗰啲 channel 咩？電台、互聯網電台 radio channel 啊，傳媒為市民提供表達意見的